家主强迫门外，不敌两位小姐，家主哪里呢？哪里？就是在前堂门外。啊？你叫有顺路啊？你，来，推你的很少。道歉。哎，孙家，将军，爬过来。湖边埋着一壶酒哦，风雨浮心是吹一吹哦，马人的该爱抽手呐。你没看到啊？俺俩们就43人了，行上有怪没？神奇，你胡说什么话？俺无礼貌。孙条达，俺爱到强宝门。顺道，爱送到前堂门外呀！好，来，上山。小姐，抢送到道歉。府中啊，风雨太哟，你呀，自卡把的位哟，免得跌落船下哦。错，你最好啊，严强下，怎么得下手？你呀，前头最你跌下水去呀，俺姨讲啊，怎么点起？快上喽！天哪！恰逢谁里听修天言？10年修来修从山。几笔啦，那唔识啊，那食材很浪费哟。你讲嘛该，买汤唔识啦，汤唔识，有冇汤呀？全部都创哈，色色修来同顺土，白色修来是强正面。既然啊，你弄个手机啊，碰错2条线啊哈，你就应该把握机会，容易去做朋友。应讲啊，1杯上，2杯输，3杯啊。说明从好温顺啊！来讲生气嘛，你讲法真系不得不起啦。
见面本人都无好印象，就算有话，俺咩讲唔会出在。你唔好讲遐啊，嘿嘿，俺容易啦。我为奴轻重啊，莫，我推你做一个媒人就好。圣琪，手机抢了。你有想我讲嘛噶？我也是代表我手呀，爱讲几把哦。你莫讲有还好，我一定无想我听你讲。小强，你做堂记，我讲乜嘅呀？好，跟你有话就快讲。好，谈来。爱手呀，相信是名汉文。今年24是大公官，虽然家穷又贫困呐，做人老实又勤奋。手机上将是皮肤嫩，面庞顺风啊，有文术，两沙丢丢啊来成本。不日金玉满堂四满门呐，四满门。你吼，个叫做是讲出人话哈，乜讲到四满门啊？咩，共同讲，系四满门。你呀，这哪是有缘，千里之外来相会，这无缘呐！讲话都不投机呀！小姐，我嘅家人胡言乱说，强义不可见怪呀。唔会啦，公子啊，我喊做小强，我自己公子抢了，小姐抢了，小奴名喊拍树子，才下名喊起先，今日能够才知老你相逢，真是三生有幸呐。哪里知法？是问公子家杂配衣，只是感恩不清。对呀，要是公子你那么去想，我两人就带在前堂门外的风流蛋糕，关于过来吵吵聊聊呀。这当然爱惜啦。道法为言，小姐何以相抢？才下必贴登门拜访啊！前堂门到喽。哦，姐姐，这前堂门既然到了，差不多好下算啦。下算吧。我下算。公子啊，这个家公伢子，因你讲应聘送我到前堂。强命玉入太君房，对呀。一次将书生看，世上少有的五凤装，内心惆怅暗思想，可惜不能结鸳鸯啊。所以啊，你讲的唔错啊，
做乜嘅做唔得嘅形容啊？哎呀，我也唔知啊，醫生用辦，到底對係我，係咪有中醫，也係我一廂情願呢？哦，嘿嘿，公子啊，你冇聽佢都講白係麼？佢講長命有福啊，我等你咯，哎。神奇嘛，係咪讀書而唔讀書？佢唔係講長命有福，佢係講長命有路。哦，哎，用心啊，哎呦，窮用啦，哎呦，佢再講啊，你看，你咋呀？佢冇乜冇辦的你啊，嘅意思啊，就很恩你，都叫不客氣。你講嘅有理，安尼就按樣辦做咧。哎呦，愛不用啊，就愛變，當然對啊。對。急急如律令，三圣土地来相助，筹谋变法，开牙不？少爺，到嚟到嚟。係門。哦。喂，你不要你麼？少爺，你看我嘅小強來咧。嘿，你嘅胡言亂說乜嘅？許公子搶了。多謝小強子。許公子來了，搶走。小強，奉茶曉得了。許公子，是蒙媳婦家長嘅恩賜，真不得我樣辦來報答你。家長係小事，小姐何時有件事客氣，掛在心上啊？哎，你有冇有小事情啊？係太恩情啦！我還記得啊，冇叫你嘅仔呀，你就會讀水，讀水就會不偏，不偏就會看先生。神奇，我哋小公吧。許公子，也係我自己特別為你準備嘅。多謝小強子。公吧？我講乜㗎？唔奇啊喲！小姐，愛該在小強，喜茶來萬本許公子，曉得了。我你係你冇要加你麼？你三個兔仔，小強子，我沒有來兔仔，我係愛。許公子，你愛問什麼呢？我想問，唉，想也要問罷啦，我冇得聽講啊哈，乜問唔出啦，我推你問啦。小姐啊，我需要問你啊，要加你麼？哦，原來係乜呀？我知知他，現在還係王法歸五。公子，你愛乜呀？做乜嘅咧？哎呀，我知啦，你唔敢講啦，我嚟講啦，我少爺講啊，哈，你小姐你忙家，我少爺要忙頭，60丟丟下嚟拿，哎呦！喂，阿姐姐佢
可是千金嘅小姐，你做得唔会讲到按出价无啊？我个人啊哈，只会按用心啊，讲法唔会转弯啦。再讲啊，戏就按做，则唔会人戏头发，所以啊，错嘛。嘅不知公子命嘅意思如何嘞？姐姐，你两人是天上的一对，地下的一双，也嘅也分是小强，你小姐呀，小姐，哎呀，神奇嘛！常言你乱讲乱说话，你看拍小姐已经走了，也唔知佢对我印象有关系呢。哎呦，少爷，佢当然答应啊。佢我用办讲咧。你冇看到佢嘅动作，看好。哎呦，小强，哎呀，劲少啊！你还是冇干掉，安爽啦。神奇呐！这是我自己嘅微笑嘅动作，把你比到安难看。你咪穷呀？我老你讲了，喜公子，既然我自己已经答应了，看今日就系良辰吉日，不如今日就来拜堂吧。哈，安家哦。人家是家大人个呢，你冇爱，爱不爱？爱啦！爱，拜堂喽！看几条，哎，你两啥？那时候，哎呦，寒衰哟！欢喜笑好好，夫妻恩爱啊是两相好。我嘿啊最好啊，是唔到小强能看啊，不能摸啊。神奇，人是安郎心，寡妇也怕痴心人。来去转。请问参知是何人？当我去路为何人？我来发害温山林，乡土始祖出面见啊！办事啊唔对啊，那就当伤脑筋呢。拜托你，莫啰嗦来讲嘅。凡夫修此凡尘心，
难得几言闻繁言。施主将命来普京，必是太难都来临了。平真言语若不信，相信不久你命归阴啊！慢来，请问参事有何病？强以一我说分明。施主啊！谁呀？今日言，今世已有穷残年，以是杀尽来修炼，变化人啊！财神啊！变啊！待我起啊，天啊！莫言病，三尽为民来抗议，说什么有心来转世，来分明那说啦快。恰莫怒冲天，出家之人不妄言。劝你莫要再留恋，太傅临行在眼前啊！前世几天结夫妻，自念拍头心相识啦。向你千把心风平，临走一年，你相思疼啊！日短容，莫错期望量，你麒麟雄王，即刻现真状。哎呦，俺娘的窗脑跳慢的吧？实在无办法。那这收班啊啦，我较紧淡薄啊。啊，你感觉做洗手米共款啊？我知影考的嘛免遮慢啊。命较短人，安尼阁收紧啊？我听不出来耶。来呀，照顾啊！来，娘子啊！我亲我不夜啦。谢谢。在罗帐里面吗？改过桌子。我刚刚没有听到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